2025年9月，香港電視城又爆出驚天大猛料。TVB 視帝王浩信同老婆鄭志瑤嘅婚姻，由疑似婚變一路升級，變成公然開撕。呢場持續咗10幾年嘅感情糾紛，因為一張法院傳票被推上風口浪尖，鄭志瑤深夜喺社交平台發長文，含淚控訴王浩信轉移3億港元資產，唔肯俾女兒國際學教嘅學費，仲反被男方索要5000萬精神損失費。而王浩信團隊就即刻回應，指控老婆長期精神虐待，仲晒出女兒王韻貞依家10歲嘅醫療記錄做證據。呢場涉及巨額財產、爭女兒撫養權嘅離婚大戰，唔單止撕毀咗兩人最後嘅體面，仲牽扯出 TVB 內部權力鬥爭、內地市場資源爭奪等隱秘細節。據當時參與《天與地》拍攝嘅工作人員透露，2011年片場成日見到王浩信借對夫機會同鄭志瑤搭話，嗰時鄭志瑤已經係 TVB 力捧嘅花旦，王浩信仲係江蘇歌手轉行做新人演員，雖然頂住個緋聞專業戶嘅名，但睇得出佢對瑤瑤特別上心。另一位負責藝人宣傳嘅知情人士補充道，2012年佢哋公開戀情之後，公司其實唔太看好呢段關係。2015年雙11辦婚禮嗰陣，浩信喺誓詞環節突然哽咽，舉住個咪講：我會用一生守護你同我哋嘅家。當時喺場嘅工作人員都好感動。然而，某位同王家好熟嘅製片人私下透露，其實婚前就有端倪。浩信以投資避稅為由，將觀塘嗰套公寓同將軍澳嘅商鋪都登記喺媽媽名下。瑤瑤婚後推咗唔少女主角嘅邀約。2016年女兒出世之後，有次被人拍到獨自帶住發燒嘅女兒去私家醫院，手仲抱住個女兒嘅書包趕去參加學教開放日。嗰2年浩信長期喺內地拍劇，負責藝人行程嘅助理無奈咁講，有次跨年活動佢臨時改機票返港，我哋都以為要俾老婆驚喜，點知佢直接返咗將軍澳媽媽屋企。呢啲細節拼湊出呢段婚姻最初嘅裂痕。2021年 TVB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上，王浩信第2次奪得視帝，但喺致辭嗰陣感謝家人鄭志瑤照顧女兒，而台下嘅鄭志瑤就面無表情，甚至被人拍到翻白眼嘅畫面。呢個細節被網友解讀為婚姻破裂嘅信號，之後兩人社交媒體零互動，同康畫面幾乎冇。據當時喺香港婚後事節目組現場嘅工作人員透露，2024年5月嗰期節目錄製嗰陣，鄭志瑤嘅狀態明顯同以往唔同。佢好罕有地主動談及婚姻狀況，直言同王浩信嘅夫妻關係已經到咗難以維持嘅地步。呢番話令現場導演組都黑一陣，畢竟之前兩人雖然成日轉婚變，但從未咁直白表態。同年8月，有港媒記者去 TVB 電視城跟拍嗰陣，聽到化妝間入面傳出消息，聽講兩人已經簽字離婚啦。但黨媒體向雙方經紀人求證嗰陣，得到嘅都係否認答覆。一位參與過兩人廣告拍攝嘅工作人員回憶，嗰時品牌方仲特意叮囑我哋唔好安排夫妻同康，依家諗起嚟早有預兆。直到2025年9月嗰個雨夜，多位守喺鄭志瑤住所外面嘅記者目睹到驚人一幕。凌晨2點，佢突然喺社交平台發千字長文，配圖係法院傳票同女兒哭到眼紅公嘅相，文中控訴王浩信通過離岸公司轉移3億資產，連續8個月唔肯俾撫養費，仲透露女兒因為爸爸唔俾20萬學費被國際學教勸退。嗰啲資產轉移記錄我哋睇過複印件。曾經協助處理過兩人財務糾紛嘅律師助理向記者透露，根據香港註冊處公開資料，王浩信名下原本有3處豪宅，包括淺水灣嗰套市值8000萬嘅獨立屋，仲有2間內地影視公司股權。但由2024年3月開始，呢啲資產就好似多米諾骨牌咁，先轉到佢媽媽名下，再通過層層公司轉到開曼群島。呢位工作人員邊講邊展示手機入面嘅資產轉移時間線圖，最詭異嘅係所有操作都夾喺兩人轉婚變嘅時間點前後。
王浩信嘅團隊好聰明，佢哋通過媽媽設立家族信託，再以海外投資為由將資產轉出。一位唔願意透露姓名嘅律師透露，呢種操作喺法律上好難追得返，除非可以證明轉移行為發生喺婚姻存續期間，而且目的係逃避撫養義務。鄭志堯嘅律師團隊就指出，王浩信喺2025年1月突然清空同鄭志堯嘅共同銀行戶口，並將剩低嘅資金轉入其經紀公司戶口。而該公司註冊信息顯示，王浩信係唯一股東，鄭志堯冇持有任何股份。隨住王浩信喺內地市場崛起，2024年主演網劇《刑偵12》播放量破50億，佢同 TVB 嘅合約逐漸由親生仔轉為部頭約，並將工作重心轉向內地。據 TVB 內部人士透露，高層對王浩信嘅單飛早有唔滿，而鄭志堯近年憑藉婚後事、寶寶、大過天等劇集返工，更被視為 TVB 自家女將嘅代表。王浩信想徹底擺脫 TVB 女婿嘅標籤，而鄭志堯嘅崛起令佢感到威脅。該人士稱，呢次資產轉移可能涉及 TVB 內部資源分配嘅矛盾，畢竟鄭志堯依家手握多個廣告合約，係高層力捧嘅對象。鄭志堯喺控訴文入面提到，女兒王允貞讀嘅香港某國際學校，年學費高達50萬港元。由2025年6月開始，王浩信突然唔肯俾學費，導致女兒被校方多次催繳，甚至面臨退學風險。允貞最近成日問我爸爸係咪唔要我啦，作為媽媽，我唔可以忍受佢承受呢種痛苦。鄭志堯喺採訪中哽咽道，而王浩信團隊就反駁稱，學費問題源於資金周轉困難，並指責鄭志堯利用女兒炒作。令人震驚嘅係，王浩信喺提交法院嘅答辯書入面，反控鄭志堯長期精神虐待，並附上女兒嘅醫療記錄做證據。記錄顯示，王允貞由2023年開始多次出現焦慮症狀，需要定期接受心理治療。鄭志堯對女兒嘅教育方式過於嚴苛，導致細路出現心理問題。王浩信嘅律師喺聲明中稱，而王浩信作為爸爸，一直試圖通過溝通緩解家庭矛盾，但遭到老婆嘅阻撓。對此，鄭志堯嘅閨蜜喺社交平台曬出聊天記錄，顯示王浩信由2024年開始就拒絕參加女兒嘅生日會，並喺女兒住院期間以拍夫為由唔現身。邊個喺虐待細路？一目了然。閨蜜怒斥道：呢場離婚大戰中，王浩信嘅緋聞女友蔡思貝再度被捲入。2021年，兩人被人拍到喺片場親密互動，蔡思貝仲喺王浩信獲獎嗰陣望夫石咁凝視，引發輿論轟動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蔡思貝近期向法院提交咗一份證詞，稱王浩信曾多次向佢傾訴婚姻唔幸，並暗示鄭志堯控制欲過強。然而，鄭志堯嘅律師團隊迅速反擊，曬出蔡思貝同王浩信嘅聊天記錄，顯示兩人長期以工作為由私下聯繫，甚至喺鄭志堯生日嗰日互發曖昧信息。蔡思貝嘅證詞唔單止無法證明王浩信嘅清白，反而坐實咗佢婚內出軌嘅事實。律師稱，同王浩信嘅資產轉移形成鮮明對比嘅係，鄭志堯近年通過直播帶貨、投資餐飲等副業，積累咗超過8000萬港元嘅個人資產。據福布斯香港2025年榜單顯示，佢以演員兼企業家身份首次入圍，估值達1.2億港元。鄭志堯依家唔需要依賴任何男人，佢有能力俾女兒最好嘅生活。好友楊西瑤喺採訪中力挺道，而王浩信嘅行為只會令佢失去女兒嘅尊重。呢場離婚大戰喺社交媒體上引發軒然大波，支持鄭志堯嘅網友發起井號 "YOYO Deserves Better" 話題，閱讀量突破10億，紛紛指責王浩信渣男逃避責任。而少數支持王浩信嘅網友就認為鄭志堯利用輿論博同情，並質疑佢炒作女兒。面對輿論壓力， TVB 迅速發佈聲明，稱藝人嘅私人生活同公司無關，
並暫停咗王浩信主演嘅新劇《刑偵13》嘅宣傳。據內部人士透露，高層對王浩信嘅負面形象感到唔滿，正考慮將佢踢出親生仔行列。當時喺場嘅工作人員透露，有相關人士針對近期 TVB 某藝人嘅爭議事件直言道：TVB 依家最需要嘅係能夠傳遞正能量嘅藝人，而唔係一個被控訴喺婚姻期間轉移資產，甚至唔肯俾仔女撫養費嘅所謂視帝。談及呢場備受關注嘅離婚資產糾紛，香港婚姻律師協會主席李國華喺接受諮詢時分析稱，若鄭志堯要追回被轉移嘅財產，必須從法律層面證明兩個關鍵點：其一，資產轉移行為確實發生喺雙方婚姻關係存續期間；其二，轉移行為存在逃避撫養義務或損害配偶財產權益嘅主觀故意。根據目前媒體披露嘅信息嚟睇，鄭志堯方面喺訴訟中佔據有利地位，勝訴概率相對較高。李國華進一步解釋道，但真正嘅執行環節可能會面臨較大困難。由於涉案資產通過開曼群島嘅離岸公司進行流轉，呢類機構受當地金融法律特別保護，香港法院嘅判決文書好可能無法直接喺境外得到執行。據當時喺場嘅工作人員透露，喺庭審現場氣氛一度好緊張。當話題轉到王浩信反訴鄭志堯要求其賠償5000萬精神損失費呢一焦點時，李國華律師神情嚴肅地表示，呢項訴求缺乏法律依據。根據現行法律，精神損害賠償必須證明對方存在主觀故意傷害行為，但目前王浩信方提交嘅證據僅能反映其女兒存在心理問題，卻無法建立同鄭志堯行為嘅直接因果關係。雙方當事人至今都未現身。該工作人員回憶道，所有聲明都係通過律師團隊對外發佈，連媒體採訪都全部推拒。據其描述，呢場涉及3億共同資產分割同女兒撫養權爭奪嘅離婚官司，早已超出普通民事糾紛嘅範疇。表面睇係家庭糾紛，實則暗藏 TVB 台前幕後嘅權力角力。呢位知情人士感慨道，當年被觀眾視為金童玉女嘅銀幕情侶，如今卻要喺法庭上撕破臉皮，將婚姻入面最唔堪嘅算計都攤喺陽光下，實在令人唏噓。婚姻嘅本質係合作，當合作破裂嗰陣，點樣體面咁結束，先至係對彼此最大嘅尊重。一位資深娛樂記者感慨道，而王浩信同鄭志堯嘅選擇，或許會成為未來娛樂圈離婚案嘅反面教材。無論最終結果如何，呢場風暴已經徹底改變咗兩人嘅命運。鄭志堯由視帝老婆蛻變為獨立女王，而王浩信就由 TVB 寵兒淪為輿論靶心。正如鄭志堯喺長文結尾所寫，婚姻可以結束，但我對女兒嘅愛永遠唔會停止。